12个，基本上是我都跟来看着的哈。咱这个大酒哦，台语是叫大酒，对啊，讲大酒唔对哦，爱讲大酒。 2、3、200，这样诶。咱是10点10分上到55号，咱是对哦，200。我先讲下这2、3、4啦，挑一个，要干还是免干？免干吼，哦，200来，200。好，即摆咧，就一个手你就，今日举手我就开始讲话。咱今日有咩朋友好不好？ 好，安尼今仔日吼，因为蒋老师无来，所以我来代理，我姓苏，你就叫我苏老师。我年岁嘛真济哦，毋过功夫真好哦。来，即摆呢，开始呢，我特别，你有看到我手有啥物物件无？你敢知我要创啥？唔知，当然你嘛唔知，因为你唔捌看过我姓苏叫苏老师。 我手呢有摕2支纸牌，对吧？2支纸牌哦，看清楚哦，2支纸牌，2支纸牌，对吧？哦，2支纸牌哦，好，爱看清楚哦。我的手呢，看到啥？无物件，无物件。好，来2支纸牌，好，即摆呢，我念呀，你敢知我咧念啥？ 叫台语8声调 A。好，即摆呢，我呢吼讲台语真欢喜。你看到什么物件？500块，对不对？拍一个鼓较好无吼？好，我500块甲放落去，无物件。好，即摆呢，看这牌后壁，无什么物件，对不对？哦，好，各你看这边我的手，各你看我的手。 好，过来，喂，即摆呢，我搁共放个一句，讲台语真欢喜，看到啥？1000块，来，请大家拍一个鼓较好无？这就是老师的功夫哦，还未上台语就进前的吼，希望大家讲，那个2支普通的牌啊，就是可以变成出来。你们是要知影无？我无搞会的。 无搞会就是无想要知对无？我无人讲话。好，了紧。来，咱即摆吼，今仔日呢的台语课会较无共款。我要甲大家讲哦，我相信吼，咱台湾各种网络呢，大家拢做法讲台语，对无？是无？哪有人袂晓讲？是啦，大家拢袂晓讲，对无？你袂晓讲，真了假？啊？ 哦，好，袂要紧，袂晓讲嘛是听无，对无？哦，安尼好，来，即摆呢，老师呢吼，就是讲吼，来小等哦，我有几物件，你两个有这样看我吼，咱呢有一寡事例吼，甲大家报告我吼，为什么要学台语哦？哦，来，咱来看呢吼，我只有排第7点，台语呢吼，你要知影做，愈来愈重要，所以咱要学台语的原因就是讲，第一，英语的必须台语蛮好，为什么你知无？ 做英语的秘书呢，毋是讲英语好，英语好足重要哦。毋过台语为什么爱好？因为即摆有足侪个公司大公司，你做英语的秘书，接待一寡人客吼，有个人客呢，伊需要讲你甲伊有台语讲，英语的秘书毋是讲会晓讲台语，你若袂呢，会晓讲台语呢，有当时这个生意你就失去了。所以英语的秘书即摆因要足侪个公司嘛，要求爱会晓讲足好的台语哦。 所以英语好以外，台语嘛好。第2项呢，公共小姐嘛爱会晓讲台语哦。哦，即摆呢，公共小姐考试哦，伊考英文以外，无考华语哦，华语唔免考，因为华语大家拢会晓讲。台语无一定哦，所以英语考了还要考台语。有过去有一个笑话啦吼，
就讲吼，空中小姐就讲，各位公妈大家好，咱呢吼会无家这边到啊，请大家呢把行李穿落好势，咱哦无人机要落雨准备咧拜拜安尼，结果呢，真是真做一个笑话伊讲各位公妈大家好，我问你公妈是啥物意思？祖先。对，是祖先嘛，死去的叫做公妈。爱讲各位阿公阿嬷大家好，对无？爱讲各位公妈大家好，就从历史讲迄种死去安尼。讲听伊讲咱的无人机呢叫要落土落土是啥物意思？你知无？叫要拖去台中文叫下葬，就要拖去台对不对？要落土就是准备棺材要放咧土要落土。你讲咱的无人机呢毋是要落土。咱呢准备呢要呢来到咱的陆地来到咱的陆地爱讲请大家把行李穿好势。行李是啥？你知无？拜拜物件咱这装头囡仔拢知影，若古时囡仔就唔知咯。行李就是鱼啦、肉啦，个鸡嘛，对不对？这叫三牲嘛，素果呢？素果就是毋是四样规矩，素果就是素贵的规矩，所以三牲素果。迄个行李嘛行李穿落好势，就要拜拜就要拜公妈咱呢咱的目的要到目的是咱的目的地，目的地是目的地要到，毋是目的咯，迄落去蒙古对不对准备咧迄个拜拜，要拜安尼所以呢阿公阿嬷要惊死讲这查某囡仔家己讲白啊嘛，结果呢你甲伊救场，所以呢空中小姐。好，再来呢，医生跟护理师呢，台语蛮好为什么？因为呢，过去有一个医生人要甲告，要甲告的原因是啥？你知无？毋是医术伊检查一个病人，迄病人伊的心脏甲伊的肝拢出问题伊的心脏甲伊的肝出问题结果呢，伊就讲教授叫，你来开刀讲是安怎阮爸爱开刀？伊讲你爸的心肝无好，所以爱开刀。心肝无好是啥物意思？你知吗？啥物意思？心肝无好，讲即个人心肝无好是你讲啥？心肠不好，对不对？结果呢，结果呢，人要甲告，阮爸也无做啥物歹代志，哪会心肝无好？是伊的心脏甲肝拢无好，伊甲人讲心肝无好，所以人就要甲告。所以做医生做护理人员，这代志对吧？尤其是足侪老大人伊拢听无听无，你无甲伊讲代志，伊毋知影是啥物物件所以代志以后你去食头路的时阵，你要做营地的秘书，做空中小姐、空中少爷、医生、护士，来第四项呢，带所的业务员因为要求因的助理爱好，助理就是讲，不管你是客人讲客语，原住民讲原住民语，台语人讲台语，安尼。咱呢以前黄永庆伊是台塑的创始人王永庆、黄永庆。伊呢，伊偌厉害，你知无？伊有法度做甲讲伊卖米一开始卖米伊会算算出讲你差不多偌久就无米伊就主动甲你服务呢。讲敲电话，还是甲你联络讲恁是毋是有需要阮送米？人家听了讲这个讲好个啦，拢知阮兜无米伊拢会互你调查，讲恁兜头好一口罩有几个人，差不多食偌久，安尼有需要服务。伊要求伊个业务较输客户若爱讲台语，迄个业务呢就爱讲甲客户讲台语，若较输讲即个业务呢伊知影讲伊要讲客语，咱就要求讲咱业务会晓讲客户上较好。所以呢，即个助理足重要，助理就是讲，咱若是台语人，咱讲台语；客语人讲客语；原住民语人呢讲原住民语。这就真做足重要。以后要找图你就记住二遍过来。第五项，公司里的柜台人员，嘛会晓讲别地话。譬如讲，啥物叫做柜台人员？公司事业就是讲，你伫这个所在，你甲人谈讲，有一寡客户就来讲问题，你爱会晓讲讲阿公阿嬷是人听有话，安尼呢服务较亲切，所以这足重要。你若袂晓讲呢，人讲你服务较歹所以像讲呢我呢
有拄着吼，迄朋友吼，伊讲吼，我这几代吼，会晓讲家己啦，结果吼，无人安尼服务较歹啦，安尼，所以人会讲会甲嫌，嫌讲的服务做歹，就是无无讲人客户听有的话，所以咱家己吼，就真做足重要，吼。过来呢吼，台语的学生吼，嘛爱台语足好哦。尤其是有可能以后你入去哦学台语系哦，出来做台语老师哦，这有可能是无可能哦吼。所以台语系学生的台语嘛会足好哦。最后一个，不只是七项，其实呢吼，都有演员台语嘛会好呢。你看吼，即嘛有做一演员吼，伊本身伊就无讲台语，为着要生活，为着要要演戏，要欢喜啦吼，为着要欢喜呢，结果伊就去学台语。因为即摆足侪台语连续剧，吼，所以呢，有足侪迄台语吼，伊拢会晓讲。若无咧，安怎？伊就吼，人就会记。有足侪囡仔吼，叫做囡仔青，囡仔青吼就是童星啦吼，囡仔的名称吼，囡仔的名称呢，伊是要囡仔即个角色，伊嘛迄个囡仔足好讲，你就会当看起来。所以其实呢，会晓讲台语，毋是干诶吼，咱文化保育的传承诶吼。以后嘛会当诚做咧探钱的一部分，所以会晓台语是足重要。吼，咱全家囡仔，尤其是比都市囡仔做较艰苦。好啦，讲到遮呢吼，要互大家观念就是讲，咱会晓讲台语吼是足重要的。来，先等下一下吼。来，本来呢，我遮呢有一个细细信封。你敢毋知信封的台语安怎讲？较有人知？花啥？两字？花是信。花纸是信纸。信封的台语吼，咱拢唔知影。我甲你讲，有人会袂？啊？花龙，来对我讲一遍好无？花龙。信封的台语就是花龙哦。OK 哈？观点。OK。好啦，即摆来看。我遮呢，这个信封这个批落呢吼，足特别，乌一个坎。为什么乌一个坎哦？我要恁看，这有一支白的，吼，规个白。即摆了哦，来，我甲摕起来，我甲白，我甲摕起来。摕起来了呢，要恁看，内底无物件，对不对？好，内底无物件，哦，我甲白拢摕出来。好，即摆呢，我甲这个吼，甲放踮我的桌仔顶，放在遮，放在遮哦。而且哦，放在遮。好，即摆我甲牌夹起来哦，遮拢总呢有牌几支哦，牌看好哦，一支是几牌对无？这个是几牌？我甲变过来。过来第二支是红桃五的，对无？红桃五的哦，我甲变过来。第三支呢是蜜花五的，对无？我甲变过来。过来后一支是。红甲五的，好，我搁甲变过来。最后一支第五支后，棉花五的，所以一定无啊。所以呢，只有几支牌，有5支牌对无？其中呢4支是五的，1支是几牌对无？我即摆要用一个吼，足奇怪、足神奇的方式，我甲几牌夹起来哦。你若斟酌看，我要甲几牌夹起来哦。你敢有看到只一支几牌？无啊，迄个目睭足紧的啦，才看有。即个几牌哦，我要放在倒边呢？看好啊，我要来放在即个皮笼内底哦。来，镜头来甲瞧一了，我甲放皮笼。我将它放在皮笼。有人拢无看到对不对？袂要紧，我即摆要证明互你看哦。来，注意看哦。来，即摆呢，看是毋是剩4支牌哦。1支、2支、3支、4支。有看到无？4支，来，镜头来，4支，1、2、3、4，1支、2支、3支、4支，对不对？好，即摆呢，咱呢吼，搁甲看较详细，4支，1、2、3、4，对无？4支嘛。好，过来呢，我要吼证明讲这个牌是真正有真内底。头只恁看是无牌哦，来看清楚哦。即摆这个牌，看是毋是伫内底哦？来，我甲摕出来，几牌遮，请大家拍拍好无？哦，几牌遮
对哦，啊，这内底呢吼，头条我互你看，这内底是开头无，头条我互你看，对无？吼，所以呢吼，我就把伊呢吼，来放落去，好来，咱即摆呢吼，我相信大家拢听会啊吼，咱的把罗马字吼简单讲的，这拢会啊对无？够人未？无啦吼，好来，我即摆先咱做来练一遍好唔好？吼，做来练好来，好，安尼拢会啊。啊，即两个宝宝吼，因两个是好朋友。宝宝哦，伊是好朋友，啊，刀科是好朋友，刀科是好朋友，主呢是好朋友，因是一组的，吼。啊，这个好呢，我讲伊是班长，所以伊的功课上介好，所以比较好，就安尼。啊，宝宝、刀科、支持，好。啊，若是英语来看哦，这就是叫做哪有声的注音，有声词音，有声的注音，啊，这叫做无声的注音，吼，伊加个。这 H 科对吧？吃，安尼吼。好，所以这部分我相信吼，大家拢做清楚。啊，另外这个吼，这是母音，这小母音。啊，小母音吼，你看这个小母音，R E 就是 I，这个音的频率比较相快。啊呜嗷，呀呀，呦，呜啊，喂，对吧？哦，来，我来带大家吼，咱来听一个音的吼，这个是波哦。对不对？好，这里波，好来，啊波到 I， 安尼念做啥 ？I 哦，你这个啦，叫摇摆哦，嚣张，对不对？哦，这个做摇摆，波来摆。哦，再来波到凹，哦，包呢哦，红肉包啦，哦，啊是什么菜包啦，哦，包什么物件，哦，对吧？哦，波凹包。再来啊波呀边。哦，保佑，然后挂标啊，吼，来保蛙，保威，好来保威，好，我相信这大家拢知影吼。啊，毋过呢，来，我今仔日吼，要甲大家讲一个吼，搁较无共款的物件吼。来，即摆呢，我用写，我用写吼，我用一个较简单的吼，这里是保哦。啊，这个是保爱白对无？保爱白哦，好，啊，咱呢哦，要来看声调哦，要安怎读哦？保爱白。好来，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敢知影安尼读做啥？哦，我甲我大手国中哦，个学生哦，比别间搁较厉害。我是写呢，你是知影叫做白，我知哦，叫做白，对。啊，毋过呢，若考试讲话人毋知吼，我来讲，有一个方法，你甲看哦。你看注音吼，伊是注音对毋对？哦，保爱白。啊，咱即摆无要看注音，咱看这个。你若毋知影你安怎念的是保爱白，你知影？啊，你看到这个记号呢，就是这个记号倒变，啊，所以保爱白白，安尼。好，啊来只保威对毋对？保威，啊安尼读做啥？威。哦，这个人足贵的，对无哈？保威，真好。好，啊来，啊保威，安尼读做啥？背，啊背啦，哦，好，你那个在哦，画掉啦，还是做什么代志啦？哦，啊损失啦，啊背啦，哦背。所以你看到这个记号，就是你若袂晓看的是，你著甲当做中文吼，这个记号卡在倒边，啊你就知啊。哦，所以保爱白，保威背，保威背，哦，好，来，啊即摆呢，咱个看到嘛，好来，咱即摆哦，我把图标，好来，安尼你敢知影安读？啊，保爱白，对无？这个动音拜，啊你若毋知影呢吼，我咧讲这个动音，你就是叫做啊。这个啊来两倒变，这个嘛是两倒变啊，这个两倒变就是变这个嘛，对无？
变一个，啊，这个呢俩倒面就是变一个，所以无爱拜拜同音。好，啊，高微杯，安尼叫做啥？杯，对。啊，高微杯安尼咧，杯，把杯对嘛？把杯，安尼吼。好，安尼咧，你就知影讲哦，高爱拜拜，高微杯杯，高微杯杯，安尼。好，啊来，安怎过来遮哦？但我两只字就好哦，高爱拜，来，安尼哦，你讲讲来读做啥？拜。毋是拜是安尼，拜是安尼吼，啊，这个差不多啦。我这个记号就是在这个字，这个就是无力，这叫轻声，轻声哦，拜，啊，这个就是足重的哦吼，这个叫重音，啊，这个叫轻声吼，高爱拜拜，吼拜，行安尼拜，吼对无？啊，这个呢高爱拜。好，过来哦，过来，杯杯，安尼叫做啥？杯，对，安尼叫杯，吼，对不？哦，煎杯，前辈叫做煎杯，吼，过来啊，吼，哦，那这里刀哦，刀杯对，对不对？刀杯对，安尼叫做啥？对，吼，你莫甲我对，因为咱是无力的，啊，这是足有力的。哦，这是重的，啊，这轻的，啊，这就是个有关系，啊，好，所以倒位对，无力的，你若看到偏对正面是无力的，啊，若偏对倒边就是较足重，动足重，吼，好，来，咱用一个较简单的哦，歌爱街，对不对？歌爱街，好，较重的叫做啥？街，哦，你这先爱街，先地较爱街，对无？好来，安尼过来看哦，歌爱街无力的街，哦，你莫去操蛋，你做后街对不对？哦，这就是无力街，按个街就是操蛋的意思，哦，有种意思，还是讲世界的街。好，来，即摆呢，哦，安尼咱这个声调哦，就差不多会愈来愈进步啊，哦，啊，若较输讲哦，来，咱的这个叫做哦。哦，比如讲，倒爱呆，这上简单对不对？倒爱呆，安尼叫做呆，真好。啊，安尼较重的叫做呆，像讲咱咧听地改，就是地渣渣叫地改吼。哎，倒来，啊，这叫做轻声叫做交代，我甲你交代。好，啊，你即摆过来讲一个平哦，平。倒爱呆，啊，这病叫做呆，哦，一呆两呆，哦，这是呆，好，来，即摆呢，这个叫做么，啊，这个叫做无伊咪，比较简单，无伊咪，跟咱英语共款，请问，安尼读做啥？米，好，安尼读做米。安尼读做米，安尼读做啥？米，食米，有法米，哦，安尼哦吼，好，来，讲到遮呢吼，小等下者吼，来，歹势，可能就先做好啊，一张电话就是啊，我呀，随便来一个东西。就是啊，好来，即摆哦，我手里面哦，有摕一个乌布，来，你有看到乌布有插什么物件落？这边有插物件落，有啦，咻咻的，来，有插物件落，有无？对无？好，这个乌布呢，我家己两只，两只哦。只有一副牌，对吧？有一副牌有看到吼？好，来，这副牌做特别，伊有一个牌头甲底下，伊有牌头甲底下哦，来 ，OK， 好，我即摆呢把这牌甲背出来啊，我咧把牌背出来你看吼，
内底呢有一副牌，哦，啊，即摆哦，我要甲摕出来你看啥？我讲即副牌呢，我甲摕出来，叫一个牌卡啊，无物件，对无？空空，来，请你来。 你检查看即个摕我边仔，物件睇起，有插物件无？手甲拿来，无对无？好，请你等。好来，我甲放落去哦，放落牌仔里哦，放落去，放落去哦，我牌仔甲放落去，啊，过来呢，我来放落去啊，同款哦，内底拢无物件，对无？有啦，这嘛无物件，我甲放落，我要甲牌仔摕出来哦，摕出来。 我准备把它，你有看到我把牌摕出来无？有无？有人讲有点头，有人摇头，就爱把手足紧，足紧的人才好。来，我要拜托你一件事，来，请你来，请你来哦。来，来这，这个牌摕咧，啊，大那个感觉，好来，拜，哎呦，啊，歹势，谢谢啦，注意。 迄毋是我等的啦，迄是这个同学。主任讲你等着伊头壳，啊，我爱赔1000块。啊，好啦，袂要紧啦，主任歹势啦，等下我1000块赔你啦，啊，我会替这个同学负责，哦，因为我叫伊等，主任讲好。好，即摆呢安尼要安怎？好，来，之后呢，你有可能才1000块无？有人拢无，目睭拢无金。 好，你家己讲无咧，我甲1000块甲剪入去，剪入了呢，发生什么代志哦？呀，直接看，咻，1000块，有看到无？头家你讲拢无物件，即摆就给1000块，拍一个鼓啊，好无？好，请你等下。啊，这1000块要创啥？等下要为主任，要互医疗费用1000块。好，啊牌咧。 你若想讲摆伫倒位？啊？摆伫外口对无对？摆真咱伫外口哦。恁敢相信？啊摆伫倒位，无相信摆伫倒位？对啊？摆无啊？这无摆啊？无物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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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无？看清楚无？ 已经摆出去，所以头家你做的是真的对无？哦，无摆咱是可以。头家你讲的是无物件，有可能1000块啊，结果呢，我按你头有10块，所以，好，来，安尼好，咱这吼，佫继续讲哦，佫继续讲，吼，因为时间无济哦，吼。来，咱这边要来看吼，讲这声调会撇出来。好，咱知影这就是吼，就是等于。 中文安尼一记号，报爱拜拜，啊这呢安那，哦，就是报爱拜，啊，报爱拜拜，哦是安尼吼。好，啊报爱拜拜，安尼就安，报爱拜拜，就是安尼。啊那无咱呢，报爱拜拜。好，啊那白眉呢，报爱拜拜是拜拜，哦安尼。 好，安尼咱差不多拢知影，吼，拢知影。好，过来哦，咱要来讲搁剩两个台语的入声低音。低音呢吼，来，哆伊滴，啊伊呢，安尼是低音，哆伊滴，低音叫滴，水安滴，吼，啊，这是第4声，啊若是第8声呢，伊安尼原个有咧加一条直线，滴。 啊，这项物件你要滴啊，唔滴，啊唔滴，我就要退来吼。唔滴就是讲无爱，啊不要不无爱，啊要滴就是讲伊袂，吼，啊我就互你，吼，这是滴，吼，滴，加一个号，啊若滴，伊加一个号以外，伊还要一条直线顶面，吼，你要滴唔滴，好，啊来，咱个吼，比如讲来，哥，吼，哥的加，安尼就是哪？ 加，对无？加，啊，安尼加就做啥？加，你讲话咩啦？加，加就是讲吼，
是哦，唔反对啦，哦，啊讲啊有诶无诶啦，安尼叫假，吼，讲话袂使来假，好，啊，这个部分呢吼，安尼，来以上老师要问你咯，啊，恁对这个声调写出来的时阵，有较清楚，有较适合？有啊，有，若有，请恁举一个手，帮我看者好无？拜托，有好，真好，多谢你咯吼。好，啊，即摆呢吼，哦，原则上就是安尼啦吼。啊，过来哦，有足重要哦，因为学声调要创啥？学声调会当解决一项足重要的代志，就是过年。过年的时阵呢，你拢会教问练对唔对？哦，我先甲只先调哦。过年时你拢会教问练，好。啊，教问练呢？你若知影第几声，该记的声调吼，足重要啊吼。好，你若讲教方面较简单，换的就是安尼答，无人会安尼答，对唔对？哦，按做呢，安尼答，换晓该记，大拢会。啊，有一个问题来啊，这个呢，到底是要答安尼，还是要答安尼？答安尼啦？请问，你敢知我答安尼问题？你讲安尼就对啊，我记得就安尼答。啊，毋过这有分，爱答正手边倒手边。来，我问一个问题，我答安尼对毋对？恁认为我答安尼对毋对？啊，有人知？知我讲袂要紧。啊，平安两字大千金，真心一动得好。我答安尼对毋对？你敢知？知的人请我讲。我来甲我讲，毋知袂要紧，好，我来讲。知安尼对。哦，爱安尼甲对。好，啊要安怎知影好无？来，老师甲你讲哦吼，咱答问练呢有三个足重要，三项足重要的代志。什么代志哦？来，第一，看问练的最后一字，就简单啦，我对看手啊看啊，看最后一字啊，对不对？大家嘛会。第二。最后一字爱用台语念，袂使用中文念，袂使用中语念。中语就是你讲的国语啦，所以无你讲国语吼，就讲中语啦，就华语吼。好啦，最后一字呢，爱用台语念，这个叫做福，这个叫做金，安尼知无？若是中文的老师呢，伊会来讲提足简单的观念，什么简单的观念？伊会甲你讲哦。你用中文看，第一声、第二声黑右边，好，那第一声，第一声、第二声黑左边，三声、四声黑右边，哇，来啦，一声、二声左边，这尖起一声，扶起二声啊，对不对？那唔对啦，所以到尾啊，你若讲老师你讲的，我唔对啊，伊会过来讲一个，那唔对的时阵，就要用台语啦，安尼嘛是到尾嘛是用台语啦。对无？所以答问练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爱看最后一字；第二，最后一字爱用台语念。好，若用台语念，你就是爱金甲福看伊的声调。好，这个最重要哦，了台语背声调最重要哦。台语的一声、五声甲倒手同样。好，二声、三声、四声。扣掉呢吼，就是2、3、4、6、7、8，扣掉顶号就是2、3、4、6、7、8。当然，咱即摆目前台语的2、8、6、7、8吼，所以呢，扣掉第一声到第5声以外，剩的声调就是甲倒手调。咱来看金，请问金是第几声？来，大家我讲一下好无？金爱金第一声对无？来，福，第音第几声？第4声对无？福。对无？吼，伊是第4声，所以我讲过哦，台语1声5声呢爱搭倒手边，过呢2、3、4、6、7、8呢，剩的声调呢搭正手边，这是倒手边哈。所以咱会晓背声调，就知影讲问练要安怎答，问练你就知影OK，原来问练的吼是吼，毋是乌白答的哦，伊是有一个规矩。毋过这规矩你用中文。中文老师会甲你讲，中文第一声、第二声贴左边，第三声、第四声贴右边。毋过大部分会准，有的这个不准。这是第一声啊，咱嘛是慢慢发出来啊。迄个时阵伊就大讲，
如果不准的话，安怎？要用台语来念啊。安尼到尾嘛是用台语念啊。所以教堂呢的规矩就是第一，爱呐看最后一字；第二呢，爱最后一字用台语念；第三呢，爱注意第一声、第五声，最后一个第一声、第五声教倒手边。二三四六七八声调爱教正手边。安尼好，安尼来有较清楚个啦，这教方面就是咁教。好，安尼即摆我要甲大家问一个问题咯。来，我要甲大家教讲声调要安怎分别？第一声，甲中文的第一声共款。譬如讲，咱讲 B、B， 中文嘛是 B 第一声，咱台语嘛是第一声，对不对？好，我搁讲我讲重音跟重音就是第二声。譬如讲好，真好的好，你、我、歹、水、赞，这种重音对不对？做重，迄就是台语的第二声。若是轻声细碎无力的就是台语的第三声。我要讲第三声，酒醉的醉，起厝的厝，放屁的噗，政府的府，后来全台湾惊透头的头，你看是毋是拢无力的？迄就是第三声。若第四声呢，就是低音、低音、低的低音。譬如咱讲办道的道，迄个读册的册，是讲阿萨普鲁的鲁，阿萨普鲁对鲁，迄种低音，就是第四声。若第五声就是冲悬去，咱讲人、钱、牛、无、过年的年，迄种个呢，冲悬起来呢，就是第五声。第六声甲第二声是共款，所以咱无讲。第七声呢叫做低音。譬如讲咱讲第一声是甲中文的第一声共款嘛无伊咪，全都平。第七声就是加搁平无伊咪，我要食牛肉面，倒伊滴，第一声倒伊滴，第七声倒伊滴，来，无阿妈，北部人讲伊甲我妈，南部人讲甲我妹，拢第七声。无下妹，第七声。若第八声呢，全都有力，电火咧倒，落雨时落成骨，好来，滴嘟答滴个，这种就是第八声，好，即摆老师咧，要问你一个问题看有清楚有淡薄仔清楚我来请问来，火车的车第几声？第一声真好。有的老师会甲你讲第一条啦，袂要紧，第一条、第一声同款意思老师较习惯讲几声来听好头第几声？有人讲真好，第五声冲起来，头冲起来，第五声对。过来，啉酒醉的醉，对，第三声无力的，对无无力就是第三声。过来啉水的水，滚水的水，然后重音第二声。过来听好来，野刀菜刀的刀，第几声？有人比第一声真好。过来这伊姓一贯的，有人比着有人歹势讲，第一声，第八音第七声，对无？来，过来电火咧倒，第几声？第八声真好。过来呢，咱请人家爱办倒，第几倒？第四声对，真好，真好过来呢羊头呢，阮遐讲羊道的道，第几声？第五声叫冲起冲起。来，过来我今仔日呢要来台州国小报道，第几声？无力有人讲第三对，真好。来，
倒，台湾是倒倒，第几声？第二声哦，安尼我发现讲吼，教的这声调的观念足清楚，真好真好。来，啊最后呢吼，咱呢吼，就要来吼，提上物件，你看吼，来，来，恁讲四排台语呢，阮遐讲叫做插排，有人讲洗排，洗排是甲中语呢吼，安尼是相关，啊，阮是讲插排，这插排呢吼，来，排拢无共对无？我问你一个问题。恁敢知全世界吼插排上紧的人是啥物人？恁敢知？哦，我来啦，是苏老师对不对？我点一条全世界上紧的插排方式，互你看，看哦，这拢无紧哦，这拢无够紧。注意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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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有紧无？有吼，对无？有人讲，老师你根本就无插排，干遐啪啪啪啪，有啦，我有插排哦，看哦。你是红色的，红色的哦，对，红色的哦。插了呢，变红涂了的，所以我插。你会相信？哎呦，老师，你莫跟我讲生笑啦。点一粒别种功夫的好，安尼我就直接点一粒。你看我手，看手哦，我手有啥物特别？对不对？来，即摆呢，我手无啥物特别。嘘，发生啥物代志？来，无人拍一个拖摆哦。对不对？哦，我手都无什物件，对不对？我手都无什物件。好来，过来哦吼，将细看，嘘。好来，拍一个拖摆好不好？免歹势，拍拖摆免钱哦，免歹势吼。来，过来呢，我要请一个同学来，你来。来，大家，来，你会出牌的，真好，我插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跳开呀，不要紧，继续插。好，安尼直接到我哈，来，你看我清楚，这牌家己拢无共对不对？确实拢无共，对无？好，即摆哦，只有一个步，头就跟打过来，对不对？这个步确实是无问题的，啊，这牌你看一下，牌拢无问题，对不对？即摆我甲步安尼，啊，即摆了后注意听哦，你安尼摕牌，袂使摕全部，嘛是袂使无摕，啊，你要摕几支拢了紧。你若是摕到遮，我就要一支互你；摕到遮我就一支，摕到遮我就一支互你。所以互你摕哦，我无甲你限制，我你摕来，好惊呢，好，啊，莫放哦，好来，啊，即支摕互大家看，互镜头看，莫互我看着。我即摆无看哦，莫互我看着，镜头甲照一个，若照好，你甲点个头，啊，甲我讲好，好啊，好，请你放下倒仔点，看的，好啊，啊，我即摆我拢无额头哦，你甲即个布甲白看着，莫互我看着，你看，我拢无完全无偷看，对不对？我呢，即摆要来看，你讲我都看得你代是啥？看袂出来对吧？我点开我按金针，浮出来啊！你看到无？红，你有看到？加到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六粒，红加加，对不对？若是拍一个拖把好无？来，红出来。我无做假手哦，这牌大家拢无共哦，对不对？这牌真正大家是无共哦。也毋过呢，这牌大家拢无共款，也毋过我就是无共知影。你敢知为什么我知？因为这块布的关系，这个布会当互我可以当竞争。咱时间会过得较紧啦，45分钟就过去了，所以咱今日就到这啊，多谢大家，好。会使合作啊！好，多谢大家。